假設你去買保險啦，你會留意啲乜嘢？買保險好細粒嘅字眼咯。通常係啲咩條款啊多啊？以你所知，我唔知喎。其實最主要係睇個定義，譬如癌症嘅定義咁啦，你會發覺唔同保險公司、唔同產品嘅定義咧都有啲唔同。有啲公司會去用啲模糊嘅條款去唔保一啲癌症，例如啲非致命嘅癌症啊，或者交界性或低惡性潛力嘅腫瘤啦。有啲產品會特別要求，就例如確鑿無疑嘅證據啊，或者一啲主要介入性嘅大型手術咁。會揀點樣揀啊？即係點啊？全部費事煩啦就。嗱，醫療保咧就係一個實報實銷形式啦，就會保你真係醫病嘅開支嘅。咁至於危疾咧，就係你中咗佢指定嘅危疾之後咧，保險公司就會一筆過賠償一筆金額俾你。一般嘅終身嘅儲蓄型危疾咧，越細買嗰個保費係會越平嘅。我聽過有啲咩又係你本身病嘅話，再去買嘅時候就幾少好多產品都會話保早期危疾啦。但係你發覺譬如通波仔咁啦，公司都會跌翻早期嘅危疾，但係你發覺佢嗰個保額咧係比起重要危疾係低好多啦，大約係1/4或者1/5倍嗰度。即係都會問多啲意見啊咁。係啊，問多啲準確啲都有啲準確。當客戶想去了解多嘅時候，而家都係會接觸可能保險嘅經紀啊，或者佢哋嘅相熟嘅朋友去了解產品入邊有啲乜嘢。咁資料其實唔齊全嘅，往往係要到佢哋真係買咗俾咗錢之後，先收到一沓好厚嘅保單條款，裏邊先至真係有晒佢哋保障嘅細節。如果即係可能到時佢俾到150幾頁嘅你會唔會認真去睇啊？定係都要佢講啲咩重要嘅咯，錄低佢咁樣。咁喺呢21日入邊咧，其實佢哋係應該去理解個產品係咪適合自己啦。如果發覺真係唔適合嘅時候，真係要用好清晰嘅方法去通知保險公司去取消佢保單。例如真係要寄掛號信，又或者直接將呢個取消嘅要求咧，直接交去俾保險公司佢哋嘅客戶服務部。